80、90年代小生去晒邊，邵仲衡月賺8萬。有啲人消失咗又見得翻嘅話，就要好好珍惜啦。講緊嘅就係曾經紅爆嘅小生啊！嗱，呢隻蟹最近就撈得翻啦，大時代嘅丁孝蟹喎，想唔翻 hit 都唔得啦。除咗煙大佬孝深入民心，想當年仲係大台力捧嘅銀河十星之一嚟噶。不過佢01年就同圈外女友結婚之後，就轉行做越野車生意。早排神劇重播，大佬孝短短1個月內竟賺過8萬啊！仲有80年代嘅一線小生林俊賢，不過佢95年轉行炒股，輸晒成副身家，女友仲帶埋仔仔走啊！最近低調復出，舊年客串電影，而家就同丁丁合作拍網劇《天才在左，瘋子在右》。仲有演《我來自潮州》嘅佢，04年離開亞視轉戰內地，12年就透露會投資電影，仲話會親身演出添㗎。而當年紅極一時嘅仲有何寶生，但佢05年突然出家，到而家都過住隱世嘅生活。同樣大轉型嘅仲有李青山啊，而呢位拍過唔少3級電影嘅3級 man 呢，息影之後就返咗英國發展事業啊。2012年，有2樓同事聽到當時裝修緊嘅女廁傳嚟陣陣女人喊聲，嚇到面青啊！可能係裝修嗰陣，令啲污糟嘢冇埞匿，逼到要出嚟唞唞氣啦！真係信不信由你啦。